測試消防街龍頭嗰陣時，各項測試要求必須合乎有關嘅標準嘅。若果建築物範圍之內有超過一個街龍頭，就要測試距離街龍頭泵最遠嗰個啦。而喺測試固定或者中途消防水泵嗰陣時，消防龍頭出水口嘅壓力必須達到規定。至於所有裝上喉嘴嘅喉轆，必須可以噴出最少6米長嘅水柱，咁先至為之合格噶。花灑系統嘅測試部分呢，就包括花灑缸、花灑水泵、花灑總掣、花灑入水掣、各式花灑連接管道、流水掣同埋壓力掣嘅。測試嘅時候，無疑發生火警，將熱力提升到一定溫度，花灑頭咧就會自動爆破，引動相關樓層嘅流水掣同埋壓力掣。喺消防總控制箱就會顯示邊一層樓或者分區有火警，而火警信號仲會啟動花灑水泵嚟將火撲滅。花灑水泵係由主水泵、後備水泵同埋保壓水泵組成嘅。至於花灑水泵嘅操控測試，基本上同先前所提到嘅消防水泵嘅操控係一樣嘅。而水簾系統嘅測試基本上同花灑系統測試係相類似嘅。記住量度埋耗水量同埋時間，必須合乎有關嘅規定嘅。跟住就係有關手動同埋自動火警警報裝置嘅測試啦。利用插匙插喺任何一個火警鐘撳手，同埋用加熱嘅方法或者用吹煙霧頭器嚟模擬啟動手動同埋自動火警警報系統。系統啟動之後，警鐘就會長鳴，視覺火警警報閃燈亦同時一齊運作，而固定消防水泵亦必須開始運作噶。嗱，喺消防總控制箱會顯示出被按動嘅警鐘撳手或者偵測器喺邊一層、邊一區，同時發出火警信號，啟動其他相連嘅聯動系統，同埋直線連接消防通訊中心添噶。咁至於聲響及視像警報系統，就會播放即時疏散嘅錄音信息，配合警鐘聯動交替運作，閃動燈號亦都要正常運作。嗱，測試防火捲閘咧，首先進行手動測試，按落控制箱上嘅按鈕，將捲閘放下、停止同捲上，跟住就用吹煙霧頭器啟動任何一邊煙霧偵測器嚟做自動測試，確保捲閘會自動放下，然後撳控制箱上嘅向上掣，將捲閘回捲上去到頂部，亦要測試捲閘喺有火警信號之下咧，捲閘會唔會自動放下，直至信號取消噶。至於同消防系統相連嘅其他系統呢，就要測試佢哋喺火警信號下運作係咪正常啦。緊急發電機嘅啟動同埋運作，有關嘅空調通風系統必須停止，而防火捲閘、樓梯加壓同埋抽煙系統會啟動運作，同埋消防 lift 着陸到裝有消防員操控掣嘅主樓層。以上各個系統嘅運作狀態必須顯示喺火警控制室內嘅消防總控制箱上嘅。最後記得要整理好以上各項測試嘅記錄，集齊各個系統設備嘅資料同埋有關裝置嘅完成圖，嚟制定一份消防裝置操作及維修手冊，方便日後保養同埋維修參考，咁先至得噶。嗱，做足功夫自然驗收妥當，最後通過水務署同埋消防處嘅測試合格，成功攞埋張水紙同火紙，咁就為之大功告成啊！係，所有嘢都 check 過晒，又攞埋有關方面嘅滿意紙，咁啊真係一勞永逸啦！梗係唔係啦，所有完成咗嘅消防裝置都必須有完善嘅保養同維修，嚟維持良好嘅狀態，咁先得噶嘛。冇錯啦，如果每一位工友都可以盡力做好頭先我同國強所講嘅每一個工序，咁就已經達到優質工序嘅目的噶啦，知道未啊，國強？知道啦，炳叔。